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4章，劝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当我教示恁的规例甲命令，恁着听受遵趁，恁才会活进入上主恁列祖的上帝赏赐互恁的地，承接做产业。我吩咐恁的话，就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着遵守，毋通加添，嘛毋通减少。上主因为巴勒比尼的代志所做的事，恁有亲目看到。所有拜比尼的神明巴勒的人，上主恁的上帝，拢将因对恁中间除灭。只有恁才会忠诚军对上主恁的上帝的人，今日拢要活地。恁着会记得，我有照上主我的上帝的吩咐，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，互恁伫要入去承接做产业的地遵行。所以恁着切实遵守，安尼恁就会伫列国面前显出恁的智慧聪明。因一个听到这个所有的规例，就会讲：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，真正是有智慧聪明。有倒一个大国的神明，甲伊的人民亲近，亲像上主咱的上帝甲咱遮尔亲近，互咱通随时求救伊。有倒一个大国有公正的规例甲命令，亲像我今仔日传互恁的律法安尼。所以着谨慎，嘛着切实保守恁的心，才免恁袂记得恁亲目看到的代志，才免这个代志伫恁活地的时离开恁的心，嘛着用这个教示恁的行行顺顺。恁伫何烈山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迄日，上主对我讲：你甲我召集人民，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，互因活伫世间的日，通学习敬畏我，搁教示因的后代。迄时，恁拢群活来，徛伫山骹，山呢有火焰冲到天顶，搁有乌云搭我。上主伫火焰中对恁讲话，恁有听见讲话的声，毋过无看到什么形象，只有声若定。伊将命令恁着守的约指示恁，就是10条诫，搁写伫2块石板。迄时，上主搁吩咐我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，互恁伫要过去得到做产业的地遵行。禁止拜偶像。恁着特别谨慎，因为上主伫何烈山对会中甲恁讲话迄时，恁拢无看到什么形象，所以恁毋通对了为家己做任何形象的偶像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地上的走兽，也是空中的飞鸟，地上得蛇的动物，也是水中的鱼类，拢毋通做因的像。恁夜头看到天顶的日月星辰，嘛毋通受引诱敬拜服侍因，因为这个是上主恁的上帝为着天下万民排泄的天体。毋过，上主将恁对铸造的火炉埃及拯救出来，做伊的子民，伊的产业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上主搁因为恁的缘故，对我受气立誓，毋互我过约旦河，嘛毋互我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好土地。我着死伫遮，袂当过约旦河。毋过，恁会过去占领迄个好的地，恁着谨慎，才免恁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甲恁立的约，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为家己雕刻任何形状的偶像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吞灭的火，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恁伫迄个地住真久，生囝传孙，若对了做逐款形状的偶像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，我今仔日就叫天叫地出来作证，控告恁。恁会伫过约旦河得到做产业的地，真紧灭亡。恁伫迄个地袂久长，会彻底受消灭。
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族的中间，伫上主赶恁去遐的国，恁剩落来的人真少。伫遐，恁会服侍人的手用茶用石做的神明，因未看、未听、未食、未闻。毋过，恁伫遐要找上主，恁的上帝，若专心专情找伊，就会找到。将来恁拄着逐款苦难的时，恁会归向上主，恁的上帝，顺服伊，因为上主，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袂放杀恁，袂糟灭恁，嘛袂记得伊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。恁查考全世界。对以前，就是对上帝创造人类伫世间以来，减捌有亲像即款的大事发生。恁减捌听见即款代志，减有倒一个民族捌听见上帝对会中讲话的声，亲像恁听见，毋过还活地。减有倒一个神明，亲像上主恁的上帝，对万族的中间竞选一族做家己的子民。搁伸出大气力的手，用灾难、侵略、技术战争，伫埃及为着恁做大搁通惊的事。上主安尼对恁显现，互恁知伊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伊对天，互恁听见伊的声，为着要教示恁，搁伫地上，互恁看到伊的大火，听到伊对火中甲恁讲的话，因为伊疼恁的列祖。所以竞选因的后代，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，对恁的面前，将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，带恁入去因的地，将这个地赐恁做产业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所以今仔日恁就知，就会记得，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，伊的规例甲诫命，恁着遵守，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，久长徛起。约旦河东边的避难城。后来，摩西伫约旦河东边指定3个城，互遐个无冤仇、无意中误杀人的人逃走去遐，通保全性命。属路边人的是伫旷野平原的比色；属迦得人的是基列的拿抹；属马拉西人的是巴珊的戈兰。颁布上帝的律法。下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。是摩西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传互因的教示、规例甲命令。伊颁布律法的地点伫约旦河东边北边呢对面的山谷中，属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地。摩西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杀死西宏，因占领阿摩利人2个王，西宏甲巴珊王国。伫约旦河东边的地，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，直到西连山，就是黑门山，以及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地区，直到阿拉巴海，接近比苏加山山骹的地，